了几个人？4个。出来！从哪儿来？苏营。来哈尔滨干什么？18号有个秘密项目。啥秘密项目？叫乌达。完了！为了这次行动，我们整整训练了7个月。都训练什么呀？跳伞、射击、格斗，还有俄语。告诉我，你他妈行动是什么？你说他们是要掩藏什么才付出那么大的代价？